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9日夜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经过3日外，总统蔡英文再出访中美洲友邦，而且会过境63机，按算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头一批美国、澳洲的进口卵已经送到台湾，而且进入到大卖场，超市的通路开始卖，有10粒、12粒，算起来一斤是79块左右。这波沿海发现到16个遗体，已经确认讲是5个台湾人、2个越南人，怀疑是人口贩卖集团所造成的悲剧。咱台湾国内当日欠鸡卵，农委会有甲10个国家进口鸡卵。今仔日第一批鸡卵已经送到市面咯，有澳洲加美国鸡卵，有10粒甲12粒的包装，算起来差不多是1斤79块。消费者认为讲，这款的价销算是合理的。货架顶悬真正有卵啊！伫台北市内乌的家乐福，透早9点开门，家顶都已经摆满冷冻的卵。这批是为澳洲进口的卵，一盒12粒，600公克的卖79块，700公克的卖89块。有民众前一天看到报道，透早就走来买，嘛有民众是来踅踅的尔，拄好就去互买着。我觉得有比较便宜啊，因为之前它10个就99了，或是150了，啊，现在这样感觉有便宜，有感觉是赚到了。会不会觉得买2盒限制就是太少了这样？不会，就够用了，一个家庭就够用了，知足常乐这样。哎，对，留给别人了，很多人都需要。家乐福表示，进口的卵一个人上济限制买2盒，避免有人透早来就扫了了。要若专连卖是美国的进口卵，一盒10粒卖68块，嘛是一个人限制买2盒。透早开店，民众都约入来买。第遮有人已经真久拢买无卵啊，嘛有人讲外口的行情实在是买袂落。反正我现在变成买得到就 OK 了。多久没有带？快2个礼拜了。杂货店1盒卖到150，对，10颗，对，那时候我看到就有点买不下手。农委会表示，会持续扩大专案进口鸡卵到今年的年底，目前的规划4月份按算进口3500万粒，5月份进口7000万粒，希望在4月底市场的秩序会当稳定。我们确实还有一些鸡蛋的缺口，所以要把这样的缺口补足，那让市场回归正常的一个机制。那我们预估应该是在4月的下半旬。农委会讲，目前市场的乱象，一般的卵竟然比有处理过的细选卵还佫较贵，甚至有人开始乌白放价。希望透过进口稳定供应量，豆豆恢复合理的市场机制。若注意，单个中深头开始讲买鸡卵一盒65块。即马伫咧卖场的煞爱89块，业务处讲，主委讲的是一般唔免冰的卵的标准，若价销较悬的是冷冻卵，规个过程拢爱冰咧，所以成本有较悬。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要注意哦，这7月初开始，民众若去到大病院急诊的费用会变较悬。健保署昨宣布，这急诊部分负担会改用定价制，也就是无论你的病情轻重，袂用减伤分级。未来呢，民众若到这医学中心急速的病院急诊，部分负担是750块。若准加上这挂号费和药仔钱，可能要几千块。对这偏乡地区来讲，假日时啊，才有可能真侪诊所拢休困，敢若会当去唯一一间较大间的病院。这民众急诊的费用会变更较悬。卫福部长许瑞元就讲，会鼓励当地诊所或者是病院开假日门诊。健保部分负担原本规划4月份要互第阶段门诊优惠基金部分负担调整成上路，不过伊个烦恼基金病人病情发展正紧，若照原先健保署规划，病院残疾甲减伤分级收费，恐惊引起医病关系紧张。支持就是说，在急诊的这个部分负担的收取用定额制，那公开透明，让民众都了解，在不同的层级的急诊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收集意见了后，健保署2月决定调整急诊部分负担，无过用减伤分类做依据，改用病院残疾收钱。未来健保部分负担限制，亲像医学中心甲开学病院，伫一般药品部分相关负担上限是300，地区病院甲基层诊所维持无变。不过伫急诊部分，医学中心收750，区域病院收400，地区病院甲基层诊所共款收150。因果是民众若到医学中心急诊，部分负担加上挂号费甲药费，恐惊超过1000块。医疗这方面原本就相对其他国家就比较便宜了，所以我觉得提高这一点点，我觉得还算 OK。有一点贵，但是听说健保很危险，所以可以接受。急诊还是高于门诊，
但是倘若未来还有其他的医疗项目需要来有部分负担的这样一个收费新制的话，那是不是还是有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需要一并纳入考量？除了去大病基金费用变贵，外界烦恼偏乡地区医疗资源欠缺，高价值可能就一间病院无诊所用分级就医，恐惊亲像强迫起价。我们也会鼓励当地的这一些诊所啦或者是说就这一家的医院，这家区域级以上医院去开设假日的这一个门诊。健保署指出，针对健保部分负担薪资，按算4月有过7月上路，另外检验检查部分负担，等第2阶段才个上路。记者综合报道。经过3年多，总统蔡英文国再出访啊，今日启动民主伙伴共赢之路。出发进程特别强调，台湾要走向世界决心会愈来愈坚定。这届要访问的友邦是瓜地马拉加、贝里斯，而且会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按算第洛杉矶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受到疫情的影响，隔3冬外，总统蔡英文阁一摆出访，而到启动民主伙伴共赢之路，在同机场发表行政的讲话，强调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只会愈坚定。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我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走向世界。专机飞起嚟了后，空军是派4架 F-16盘飞护送总统。蔡总统是透过机顶的公布，亲身证实会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这摆10天9暝的行程，暗算伫台湾时间30个半暝3点到纽约。蔡总统会接受智库的颁奖和演讲。4月初1到友邦瓜地马拉，4月初3到贝里斯，4月初5过境美国洛杉矶。蔡总统会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嘛伫雷军图书馆演讲。暗算4月初1登来到台湾。不过蔡总统出访进程，中国各台办强调，那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就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一定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美国国务院亚太组庆康达嘛临时延后，针对发布外籍记者做的蔡总统过境简报。白宫的国安会是搁一摆讲，这摆出访不是官方访问，无安排美国官员和蔡英文来见面。这摆专机是采用真悬的防疫规格，访团的成员伫机顶拢爱挂喙罨，这位嘛拢让几啊个。另外防疫隔离嘛有一区，若有人身体无爽快，就当刷到遮。这有加起来嘛有便所，而且有专职的机组员。记者综合报道。这期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带团访问台湾，今仔日伫外交部签署合作备忘录，也和立法院长游锡堃签署友好合作声明。艾达莫娃认为，这座访问得到真侪，未来会继续捍卫双方的共同价值。在外交部长吴钊燮甲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见证之下，台捷正式签署真侪项合作备忘录，宣告台捷关系更进一步。以展台湾让台捷交流天真丰富的成果，在这里双方要签署博物馆布展等3项备忘录，也将会展示这几天产学间在医材、科研等领域的7项合作成果。在文化、教育研究、国家安全、医疗甲治安等领域展开合作，表达两国双边合作的坚定决心。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认为，这摆成果真好，也会继续捍卫共同的价值。Mise Tchaj-wan je tedy za nás nyní úspěšně splněna. Mise společného úsilí o podporu demokracie, svobody a lidských práv však nikdy nekončí. 随去艾达莫娃也甲立法院长游锡堃签署立法院甲捷克共和国众议院友好合作声明。这一个声明展现积极对抗邪恶走心的具体行动。未来希望两国国会透过合作建立平台，促进更加紧密的交流。这是立法院第一摆甲非邦交国的国会签署正式合作声明。游锡堃表示，国会是一个国家人民主权的象征，透过声明，应显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重要意义。访问团也伫今日登记捷克。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代替公司化的过程，又再出现争议。代替企业工会今表示，行政院主计总处无同意代替用3地土地来赌1600亿的债务，根本无照当初协议来行。若准是安尼生，这代替公司一成立就欠一堆效，这省遐省一定会影响到这铁路安全。若准这个4月70进前无得到善意回应，特别发起卖加班运动，甚至是发起罢工。我们不排除里面开放协商，但是现在政府里面的一个背信。代替企业工会自9召开临时理事会，批评政府无照拼照行。行政院主计总处无同意代替以3地地来偿还1600多亿的债务，要求代替要提出更较侪土地。但是工会指出，这无照当初时的承诺行，呛下要搁发起卖加班运动，甚至是罢工。之前跟交通部的协定是，公司告白必须债务归零。那如果要成立偿债基金的话，就是先前我们的共识就是那3块沿线的土地去做一个偿债基金。所以说呢，过去的政策的亏损不应该背负在未来公司同仁的身上。4月10号之前，如果没有得到一些正确跟善意回应的话，我们就关闭协商大门，然后发动未来国定假日不加班。我们就随时会去启动，我们会随时会去研议。工会指出，社会对于代替公司化的期待是安全、服务甲改变体质，才有法度永续发展。那工会诉求无法度达成，公司拄成立就欠这么济效，根本无法度确保行车的安全。只要在1600亿负债在建这家公司里面他会把所有的一些设备啦、人员啦、人流啦里面前面去做一些那精简的部分里面来讲话，相对应该这些的项目里面来讲绝对安全就会失焦了。28年不调整票价，我们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个负债的一个方向性里面要求来做未来公司做一个偿还的一个目标的情况下其实这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而已。记者参行政院指责，但是行政院方面并无提出回应。也那代替局是表示，对工会诉求已经有掌握甲了解。行政主计总处也有伫代替公司化推动汇报内底提出明确的意见，会继续凝聚共识，希望圆满处理。记者郭文随台北报道。汤市农业局27有抓到这东非龙虾，不过这龙虾却因为钓情救无回来。市长张善政强调会检讨，也会建立更加完整的 SOP。那这龙虾为什么会死去呢？林务局表示，今仔日验尸死亡原因会等地检署同意了后才对外公开。那讲到这只龙虾是对倒走来的，就专家认为讲，若准备调查，可能有较困难。微博现场乱糟糟，世界所有东非龙虾已经钓清，但是还讲唔知的汤市农业局的人员，同款提麻签对准伊，人员掠动物无防护，掠着嘛无检枪，规个过程拢乱七八糟。同市长张善政搁一摆讲会检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过程会充分去检讨如果需要建立更完善的 SOP， 我们也会来改进。龙虾伫街仔都世界时，大家拢真关注。汤市农业局的人员无眠无日在找，但落尾煞无聊活的，煞互伊钓清死亡。到底谁请拿人来的，谁叫伊开枪的？讲法嘛是几种。日本警方阁约谈6个人，以证人身份来的。汤市动保处长阁强调，伊真正唔知有人炸枪来。我不知道他猎枪啊！我如果知道他猎枪，我怎么会让他开枪？微博的消息搁在检讨，不过迄天比 POS 特翕上的资料局专委，伊请示已经准啊。林务局讲过程是需要检讨，但是嘛希望外界加鼓励拢无休困的工作人员。沙落来的工课就是要找出哪会大死东非龙虾。林务局讲，专家学者讲这是一个大挑战，并无简单，但是因会拍拼。其实也是专家们提出来，他们认为说，最后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投入了这么多努力，不见得就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我们想，我们还是会排除困难来做这件事情。困难就是因为要确定亲缘关系，要分析国内3个动物园数量真大的龙虾 DNA， 要摕到因的组织和毛，都要甲因抓起来，可能造成动物的紧张。伫技术上敢有法度做，爱开偌济成本，拢要进一步来评估。另外，即马当在做解剖的龙虾死因是啥？林务局讲，这个部分会伫地检署同意了后才会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墨西哥的花瑞斯城有一间移民中心发生火灾，上报有40个人死亡。这寡死亡的移民主要是对瓜地马拉来的。墨西哥当地政府表示，这导火原因是移民抗议讲，家己特别
家己特别互遣返送到长去，才伫咧门口放火烧这眠床贴啊，想袂到火把都拍花，才会造成悲剧。听到救护车内面的红塞救袂大时阵，外口的牵手是靠甲徛袂在。Ya cuando se hicieron las 10 de la noche empezó a salir humo por todos lados, empezaron a salir todos corriendo y a los únicos que dejaron allá adentro encerrados fueron a los hombres. 话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华雷斯城这个移民拘留中心外口摆放了10具尸体。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讲，这件火灾造成重大死伤。导火迄当阵有68位来自中美洲甲南美洲的查甫人归入内底。Esto tuvo que ver con una protesta que ellos iniciaron a partir, suponemos, de que se enteraron de que iban a hacer. 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发声明，讲移民当局确定死伤者来自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加厄瓜多，其中瓜地马拉上罪。El coyotaje no es permitido en Guatemala, es un delito y nosotros tenemos Ucrania la inflación del país, lo que acrecenta también la migración, sino también tenemos que reconocer que los cambios climáticos. 在进前几礼拜，华雷斯城当局甲移民之间的关系正紧张。移民中心拢溃满，大家拢希望会当去美国。有超过30个移民庇护所甲其他的倡议组织，第3个催告发一张公开批，讲有人伫这段期间被定罪，指控当局虐待移民，掠人的时阵伤过暴力，抑搁伫咧路的行，无缘无故就互警方判查身份。3个催几600位以委内瑞拉为主的移民，听信谣言，就是讲美国将会放因入境，想要强行通过一座国际大桥入去美国德州的阿尔帕索。迄当阵，华雷斯城的情势就正紧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弗瑞德，因为去年逼出破产风波，和美国政府用早期顶几项罪名起诉以外，进前阁因为涉嫌用美金4000万讹洗中国官员，这罪名阁再加一项。若准互判决拢是有罪，这弗瑞德的刑期可能超过100年。这是1、2月的时阵，弗瑞德伫纽约要出庭的情形。伊今年31岁，用过捌是网络金融业真出名的人物。不过，因为伊创办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伫去年底申请破产以来，包括用客户的存款去投资其他的事业，或者是做政治捐款，致使客户无法度领现金，防止控诈欺、甲洗钱等等10外个罪名。不过，弗瑞德到目前为止，拢讲伊是无罪的。Most market participants in the digital asset ecosystem have advanced surveillance techniques to prevent financial crimes for all digital assets, including stablecoins, conducting know your customer policies and blockchain surveillance on all users and deposits and withdrawals through our platform. 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在 FTX 发生倒大风波进前，弗瑞德为了要让中国政府解除冻结子公司的口罩，伊涉嫌甲当地至少一个官员讹洗。金额超过4000万的美金，若是所有防指控的罪名拢有成立，伊可能就要面临10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在澳洲嘛传出金融业的问题，法国司法部所属的金融检察厅指控几间大型的银行涉及洗钱、诈欺、协助逃走税等等的罪行，在日分几啊路同步来搜查，包括兴业、甲汇丰等等5间法国甲外商银行。法兰西24月青电视的报道讲，银行业去用指控甲好业存款户强无。由客户伫分股利进前，甲银行的股份买入来，分了后就随卖掉。透过这种方式来协助有钱的客户逃走税。美联社指出，因为涉案的存款户有德国人，所以即届拢总动员16个检察官内底，有6个是为德国考量的检察署来的。国际新闻，齐家人编译。罗西亚用人面辨识技术监控反对派人士，这是众人拢知的代志。这战争发生了后，罗西亚政府也用这项技术防止反对派伫咧规划反政府的抗争。不过，也是有媒体发现到，这罗西亚的人面辨识技术所使用晶片，竟然是美国制造的。罗西亚一个32岁活动人士亚历山大·扎洛夫，捌因为投入抗议行动，互罚钱甲坐监。伊公开这段2022年8月2日的影片，伊当阵伊行入去莫斯科的一个地铁站无偌久，就去互警察抓落来。Один из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полиции обосновал это тем, что я нахожусь у них в розыске.
В тот момент эта фраза прозвучала на меня ошеломляюще.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которая у меня была в голове,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что изменилось в мое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олиции в цел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это то, что 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явился новый репрессивный инструмент. 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то, чт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еня...部署科技套人民辨识系统，用的是西方的技术，由白罗斯一间公司甲罗西亚的3间公司合作完成的演算法。不过，这个演算法技术的运用，却是为美国辉达甲 Intel 晶片来的。这2间公司表示，在美国限制出口了后，已经在2022年3月份停止所有往回罗西亚的货运，对家己公司的技术从解脱做是间接变做是普丁掠人的工具。伊嘛补充说明讲，别人要安怎使用因研发的产品，无可能完全掌握。罗西亚政府在2017年启动全球上大监控网络，装16万机的监视器，其中3000多机有人民辨识的功能，成功掠到几啊百个反政府示威的人士。2022年2月份，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后，当局更加是先下手为强，利用人民辨识扫除异己人士，让因无机会通去行路抗争。公司新闻梁编译。艺术品 David 大笔的雕像是艺文复兴时期正出名的石雕。不过，在美国某一间学校甲学生小解这作品的时阵，所有家长反对，认为赤身裸体是失敬的教材，特别是别家校长就爱洗头路。这个消息传到意大利的人遐是听到讲，安尼是有影真罕。也有专家认为讲，这美感是艺术，若准备甲失敬艺的牵连做伙，认为这水准是有较低。白色的雕像徛在展览台面顶，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有名艺术家画家米开朗基罗雕刻出来的作品《大卫像》，暂时所予美国学生的家长认为是失敬的教材。这个消息予意大利人是拢惊一跳。Per me è simbolo di bellezza, è l'arte, quindi l'arte non si può giudicare come non è pornografia, è proprio arte, è bellezza, è un'altra cosa. Quindi. 美国非洲的塔拉赫斯高等学校向6年的学生介绍文艺复兴时代作品的时阵，展示大卫像的相片，受到3名家长抗议，其中2名认为学校无照有争议话题规定要求，提早通知家长要甲这款的课程。另外1名家长认为雕像身躯拢无穿衫是失敬的教材，最后校长阁因为安尼被辞职。收藏这个雕像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就公开邀请校长甲家长。学生亲身去意大利参观雕像。You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nudity and pornography, and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same. And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lot of ignorance really i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not knowing the Bible, not knowing the history, not knowing the art history, and the entire Western culture. 根据了解，引发争议的学校是美国地区学校，由纳税人出钱赞助，让学生免纳学费地当上课，所以根本完全独立伫当地学区外口运作。学校嘛规定，若是课程内底有争议，必须爱提前通知家长。外国媒体分析，欧洲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因为社会愈来愈极端化，保守势力嘛伫各地使用对立的情绪，甚至和文化艺术受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让人感觉不可思议。比如嘛。美国学院的人文学教授马拉什东认为，这个状况就是美国文化意识战争的上升的案例，需要注意。公司新闻台是董编译。前总统马英九今日去参访南京大屠杀有兰纪念馆，向有兰者献花致意。伊强调历史袂当放袂记，爱自立自强，勇敢抵抗外来欺压，也爱保持真爱心，唔通去侵略别人。伊若针对两岸问题，马英九强调两岸拢爱避免战争，也讲这战争若准发生，是无其他代志挺好弥补。穿深色西装嘅学生的裤带向南京大屠杀有兰者献花致意。前总统马英九19早起参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有兰同胞纪念馆，表示情绪受真大冲击，也有几啊摆后甜。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兽般的行为。我们应该自立自强，让我们做到不受外族入侵的能力。但是也要注意，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仁爱的心，不要去侵略别人。
也各地纪念馆老微博啊写，历史绝对袂当袂记哩，强调爱勇敢抵抗外来欺凌，爱为学校教育做起。两化问题，伊是呼吁两化拢应该避战模糊。我觉得两岸都应该去避战，然后呢去谋和，避免战争的发生，并且去研商如何来避免这个战争，因为一旦战争发生，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弥补。马英九一到下晡去武汉伫尾马甲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明辉会面。马英九强调，两华少年人能增加交流，互相了解，两华冲突发生几率会愈低。三十马英九会参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这个所在。暗过伫伫马英九访问中国，咱国防部公布2月29，查到共机16架次4只共艦伫大海周边活动，共军有关继续交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5年前呢，这代替普悠玛列车败北，造成1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书记员尤进忠伫咧刑事部分去向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刑4年6个月。这交通部甲移送庭改，今仔日庭改法院判决尤进忠撤职全停止任用4年，专案会当上诉。这庭改法院认定尤进忠驶火车这旅客遐尼济，加上这普悠玛列车是碳气式的列车，更加爱注意速度，所以伫咧过弯的时阵超过限速75公里，驶到84，落尾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过失重大，有庭改必要。洪富海敛钱案，这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到3月初，总共执行5批拍卖，拍卖所得有1亿3600多万，全部要来赔予这6400多名的被害者。另外，刑事局也查到诈骗集团，讲是伫咧卖这升级塔位的中人，拐一寡受害者去买这升级塔位，讲会当转卖来趁钱，等钱骗到手了后，人就消失去。目前警方抓到16个嫌犯，有5个哄骗，这个乌心钱也赚3000多万。那恭喜我们102号40万得标。执行官的队仔弄落去，这个珠宝也是雕塑，一件一件拢拍卖出去。这拢是洪富海迄金案涉黄的主嫌伊的财产。这个案件涉黄的主嫌被判刑10年确定。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嘛分作5摆，甲涉黄的主嫌伊的财产拍卖，加上国内的股票和国外基金股票等等，拢总拍卖1亿3600多万。行政执行署讲，受害者有7935个人，其中6400多人要求甲哄骗。的钱还回来，到时候会由地检署执行科来认定说每位被害人他的被害的金额，好，那根据他们我们这个变价所得的金额去做一个比例的分配。行政执行署讲，总变价的金额也是和被害人总损失的金额有差，除了照比例赔偿给因，被害人嘛是会当向法院来请求民事的赔偿。另外，刑事局嘛抓到升级为投资诈骗集团，警察是去涉黄的嫌犯，伊伫新竹的徛街所涉，找到一大堆现金，佮查扣伊的名车和名牌包，内就包括细皮主嫌在内的16个人。被害人家暴后，再捏造各种理由，致交易失败，借以拖延交易，之后再鼓吹怂恿被害人在家暴之后避不见面。警方最早是发现讲主嫌是透过业务员来推销升级位的产品，讲是会当用正悬的介绍转卖帮助投资，其中有人投资1000万，等于是等甲水底。申请了后，伊早起做上班，检方嘛甲主嫌在内的7个人声押，法院裁定5万到40万交保，感觉有搁较侪的受害者嘛搁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要注意哦，这台北、新北家人的计程车的车钱，对4月初一开始改做是85块开始起跳，而且是200公尺跳5块。停伫咧等的时阵，也对80秒跳5块，变做是60秒就跳5块。暗时11点到透早6点，这每工计数对90块调整到105块开始跳表，而且一抓会加20块。这计程车费率已经有超过7年无调整咯。台北市的公运处表示，这届这个计数调整反映到这新水汽油加车辆维修成本，也兼顾到消费者的接受度。新北市交通局表示，若准伫咧大台北地区计程车4月初一进前未符换新的跳表，这运将是袂当甲人客加收15块的差价，违规者上当罚交办。
劳动部有公布一份调查，显示去年这青年平均薪水是34000块，甲2010年来比呢是增加1700多块。那准和10年前来比，敢若增加6600块左右。另外，人力银行有公布一份这少年人就业调查，有22%少年人户头是无欠钱，而且这调查是这5年来上界悬的数字。这位男生是咧做文书的工课。伊当咧操作电脑做资料，不时嘛会到整理公司内底的物件。伊读册是读文组的，去年才刚出业，已经感谢伫伊人生当中头一份在业工课。低薪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对，然后大家就会面对这个低薪的现状有点无力感。就我身边要找工作，其实都要花几个月这样。主要还是看科系啊，就是像如果是科技业的话，可能就比较缺人。面对万行朝起，薪水愈来愈薄。人力银行公布一份青年就业调查。显示有甲2成2的青年拢无存款，这个比例是调查5年以来新高，尤其是伫通货膨胀甲升利息的冲击之下，存款是愈来愈少。离乡工作者又有外食费啊、房租要负担，其实累积存款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以这个存款数字来看，平均只有12.4万，这是降至5年新低。劳动部的调查显示，2022年青年平均薪资是34000块。甲2020年来比，增加1700多，不过甲10年前来比，敢若增加要6600。尤其是想要转读的占3成2，原因是因为薪水甲福利无符合伊的期待，这种的有超过一半。你开出一个至少的合理的薪资为一个新进人员的起薪，不要去开一个那个跟行情完全不合的那个起薪，然后再来喊缺工，那就比较没有道理。虽然伫疫情转好了后有活化就业市场。不过，今年度头一场的基本工资小组会议，面对青年就业等等的议题，来参与的委员也是讲到欠工的问题。劳动部建议，要以合理的薪水来吸引人才，也拿基本工资调整的幅度，要等第3季参考经济发展等等相关的数据，再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2012年交通事故造成3085人死亡，创下这10年来新高。其中有394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16000多人受伤。平均每天有47个过路人伫咧台湾的车路，唔是死亡就是受伤。那准以每10万人来看，因为这交通事故来死亡的数字是超过先进国家的8倍。过路人行甲袂安心，到底是为什么呢？车无要让人的问题上严重。很多时候他们开得太快，如果一个闪失一偏一点就撞到人，那个风险很大。车会让人过无？一半车袂。啊袂吼，我也要过啊吼，伊也袂让我，我会甲讲笨蛇。人行道伤过易，或者是互点头打占用，甚至电箱、汽机车拢会出现伫人行道。搁较侪路是甚至连人行道拢无，亲像安尼囡仔下课行伫路边的状况，全台拢看得到。违规停车搁互问题搁较严重。因为这里是黄线，所以还是可以临停嘛。那有的家长就会停在这边等学校的小朋友上车。那你知道车子一停，可能停到这边来了，那小朋友走过来的时候都要绕了一大圈才过来，所以有时候是真的蛮危险的。到底为什么这么侪路拢无人行道呢？新竹乡公路设计规范汽车本位，所以无规划人行道。另外，市区道路设计是依照内政部营建署的规定，已经修法要求主次要道路应该设1.5公尺宽人行道，12公尺以下道路人行道也要比0.9公尺较宽。不过这只是规定。我要求要设，但是不设的有没有法则？没有。所以我们目前正在针对法令的这个部分，看看能不能有相关的法则能够要求你。如果违反我们的设计标准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法则。除了欠缺经济规范，台湾的道路设计也需要一套典范。精简计划编400多亿，要做都市人本交通规划。过路人的彩条线较久一点啊，当发车到路口也看较会清楚，也有亲像安尼，原本正下路树电箱拢伫人行道，拖架轮椅也通过。不过经费因定拢有限。全台都市计划区的路有1万多公里，不过4年来只做500多公里。记者综合报道。
伫高雄有民众2年前呢，互这个人行道捅出来钉仔见者跋倒了后，规身躯刺伤，还佫有小看脑震荡，落尾提告要求国赔。法官是要求市政府要来证明讲这个路段是有伫咧管理的，市政府煞提供别个路段相片。市政府表示讲，因为这个路段无有害资料，法官要求爱提供，再用其他相片来代替。落尾法院是认定讲，这市政府有过失，就爱赔偿互民众5万外块。甲伫高雄大顺3路的人行道，姓吴的查某人是忽然间跋倒，面阁对涂骹摔甲真严重。事后发现伊是拿着翘起来的钢钉仔，规身躯受伤，阁小可脑震荡。伊要求主管机关高雄市公务局爱负责，公务局出好人管理有问题，一起甲提告要求国赔。法官要求公务局证明拢有咧做拥护，但是公务局却摕其他所在拥护的相片来。被告虽提出修补照片，辩称就系争人行道之管理无缺失，但该照片并非系争事故发生地点，自无从证明被告就该人行道有及时进行修补维护。法官认定姓吴的查某人受伤和人行道欠管理有因果关系，判高雄市政府败诉。公务局摕来证明的相片嘛，红讲是假相片，但是公务局否认没有找到巡查的照片呢，就是举证说我们有派人去巡查的相片，不是用假照片，绝对没有假照片。当来到现场，姓吴的查某人跋倒的所在已经无看到钉仔，但是民众嘛讲高雄遮侪所在的人行道拢无平，有些的路刚铺完，就是它会凹凸不平，就是可能这一块平的，可是它接着一块，然后又凹凸不平这样。他几乎都没有在修了，这就是有人发生事故的话，就去投诉的话，他就是来看一看，就是这样而已。法院判市政府败诉，姓吴的查某人讲会提告嘛，是因为市政府一直讲家己无毋对，伊嘛想要提醒政府爱重视人行道的安全。不管结果安怎，拢袂上诉。另外，市府敢会上诉，因讲爱等受到判决才来看。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的警方最近发现，讲这管区内面有一寡职业交警为着要闪这警察，2-3天就换所在刷修。警方透过500支的这路口监视器，27半暝啊，伫斗六一间铁厝内面掠到一个姓吴的主嫌和46个交客，伫现场还佫有麻将和现金189万元，专案拢移送法办。27半暝，警方使用工具强力破门查缉。掠着姓吴的主嫌，佮交客计共46人，因就伫咧斗六市一个铁片仓库内底跋筊。交客当中包括各家己的人士，佮有几位新住民。警方现场共查获不幸主嫌及赌客计46人，以麻将为赌具，把玩俗称推筒子之职业大赌场。现场查扣赌资新台币189万6千元，赌具及点钞机等证物。警方表示，这个职业赌场伫云林县辖区内4个换地点。最近入来斗六市区了后，辖区的员警当咧巡查废弃的空厝、仓库，看到可疑的人甲车，佮调买500支路口监视器，才摕云林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掠人。一般的赌场它会有后门，那这一案的赌场它比较特殊性的是，它利用铁皮屋仓库，那从外表比较不容易看出来。但是经过警方的细心查证跟勘察地形，发现只有一个前门可以进出。那警方采用瓮中抓鳖的方式，一举查获。警方讲，因为现场掠着46人遐尼济，因就要搁出动大型的警备车，才有法度甲所有的人再到分局侦讯。厝主甲头头顶4个人以违反跋筊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若其他的搅客是以社会特殊维护法采处法办。记者云林报道。伫咧新店德北有一间家条，这头家开放互亲戚朋友，逐个月纳500块营养费，领养2只鸡。自安尼时呢，每个月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60粒的鸡蛋。30外平的鸡条，每一只鸡看起来营养拢袂歹。原来一开始有朋友送10只鸡互主人饲，尾仔主人饲出兴趣，愈饲愈济，上济时有70只。规期交朋友，逐个人逐月日出500块。领养2只鸡啊！基本上每天现宰现剪呐，所以这个很健康，就安全有保障嘛，然后蛮划算的啦。每个人出个饲料钱就两只鸡500块啊，一个月
60颗蛋啊，等于一只鸡30颗。最近市面欠鸡卵，通常是有领养鸡仔的人，这阵啊拢真欢喜，因为大家拢食会到鸡卵，个人想要领养更较侪食。很多啊，要我叫他们买鸡来，我帮他养。现在订要7月底才有，7月底才有鸡啊。主人讲，目前3个月大的鸡啊，平均卖220块，只要饲6个月左右，就会逐工煮卵。不过即马市场上想要买鸡仔囝，确实拢有困难。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科学博物馆28对外展览，这澳洲人造肉公司，甲这4000年历史的长毛象金肉卵白质 DNA， 可能去面样的干细胞，所生出一大碗的肉。这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讲，就要减少气候暖化的重要性。这个为实验室内底做出来的人造长毛象肉丸啊，公开这个时阵，舞台顶出现真奇怪音乐声。虽然过无几天，都是4月初1愚人节，不过澳洲人造肉公司的创办人强调讲，这个产品绝对不是咧为荷兰的，因摕到会当公开的长毛象 DNA 了后，才为伊生态上的亲戚，也就是非洲象的 DNA， 甲欠缺的数列补起来。了后，才把这个 DNA 的数列放入去样的干细胞内底，复制出200亿个细胞。才做出来这个长毛象的肉丸啊！科学家把这个真大粒的肉丸啊，放伫烘箱内底豆豆烘，了后再用火鸡把表面烘甲赤赤，然后气味写款。现场大概是乌人拄白人，因为这个已经有4000年历史的卵白质，人若食落腹肚底了后，敢有安全，也搁爱做测试。不过煮这个肉丸的科学家讲，这个肉丸味道甲烤鱼肉是差不多。We won't eat the mammoth meatball right now. And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t eat it, but because this protein is literally 4,000 years old, we haven't seen it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It means that we would want to put it through seriously rigorous testing like we do with any product that we want to bring to market. 荷兰阿姆斯特丹科学博物馆，但是这个人造的长毛象肉丸啊，另外一个意义是为着要凸显食肉甲气候变迁的关联性。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的资料显示，从196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成长要1倍。也若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内底，畜牧业就占14.5%。估计到2050年，肉品的消费量会增加7成。科学家当地拍拼想要用人造肉或者是食物肉等等的产品来改变这个趋势。这间澳洲人造肉公司的创办人讲，伊承认家己无法度食素食较真清，不过伊伫雪梨开的这间新创公司，并不是要阻挡大家食肉。是要让大家有更较好的选择，让大家接受伫实验室内底制造出来的卵白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有长毛象基因的肉瘤无人敢食，不过用这动物细胞人工培育的禽型肉，说是伫咧新加坡要来上市咯。美国安生也在今年会核准，这款利用动物细胞培养出来这鸡肉，口感食起来是真相像。这块看起来亲像鸡的禽型肉，但是又搁感觉有淡薄无共款的物件，就是美国一间公司伫实验室内面利用鸡的细胞培养出来的人造肉。今日去这间公司的实验室内面有真侪这种大型的 stainless 白铁的桶啊，叫做生物反应器，为活体的动物啊身躯顶摕出来的细胞，会伫这种生物反应器内面，甲一寡营养素浸做伙，或者动物细胞会当伫甲动物身躯底真相像的环境当中慢慢生长。变做一块会当互人食的肉。Through here you can see there's fluid in there and there's mixed with nutrients like vitamins and minerals, oxygen, all of that is mixed in there. And that becomes the clean feed for the animal cells. 事实上，为着要减少饲牛、饲猪、饲鸡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嘛为着要避免害这动物仔来食，互人感觉真残忍。自几啊年前就开始流行用人造肉来代替真正的肉，不过过去的人造肉大部分拢是用豆仔类做的素肉，就算做甲搁较成，食起来口味嘛无法度甲真正的肉完全共款。但是这种用动物细胞培养出来的人造肉，都袂有这种问题。Well, it is meat, so it is chicken. It'll taste exactly as you would expect a chicken to taste. So we're offering the choice to continue to eat real meat without giving it up or trying to become a vegetarian or a vegan. 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核准这种人工培养肉的国家是新加坡。
一间合作good food 的公司，嘛是头一间伫新加坡卖这种人工培养肉的公司。即马这间 Upside Food 公司要拼看卖伫今年摕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核准，变做全美国头一间上市的人工培养肉公司。毋过这种人造肉上大的问题，就是生产的成本伤悬，所以 Upside Food 公司打算要先找一寡较贵的餐厅合作。希望未来3年到5年以后，会当推广到大卖场，让一般民众食到这种以早伫小说内面才会出现，伫实验室培养出来的人造肉。记者甘美恁编译。恁阿嬷比你搁较强，这是有可能的哦。南非伫昨举办阿嬷的这个骹球世界杯比赛，由当地时段所组成的瓦克古拉阿嬷队所来举办的。这寡阿嬷骹球员因为这运动身体也变甲真健康，也互附近国家特别是有样看样，开始创立老大人的骹球队。穿红色阿嬷想要传球，虽然互人砸落来，毋过球员输出十招，要甲对手拼到底。被叫做阿嬷骹球世界杯阿嬷国际骹球锦标赛，伫南非林婆婆省正式展开。南非的瓦克古拉队是由55岁以上妇女组成。瓦克古拉是南非的创国语，意思就是阿嬷。I'm so excited because the people who we're playing against, they seem to be younger than us, and they are having speed. So as long as they beat us 3-2, we are go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beat them. 较袂少老人共款受身体退化困扰，有5个孙仔66岁阿嬷弗罗拉，过去严重的关节炎，毋过伊破病了开始踢骹球，想要到互伊病情转好，免阁靠止疼药啊，甚至更加健康，睡眠品质也更较好。At this age, at my age, I think if I was not in this sport, I should have been confined in a wheelchair. 队伍当中，未少年岁较大妇女拢只有骹球运动，改善身体状况，免阁靠药物。瓦克古拉队成立伫2007年，目的是增加当地年岁较大妇女的健康。这场4天的比赛是因所主办，吸引来自美国、法国等国，总共32队队伍来拼场。We love it. It means so much to us. It's a community, makes us healthy, and we know that they want that same thing. So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here to meet all the people in Africa. 公司新闻张如明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7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